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德妃，你身边这位宫女可是你从离国带来的？正是，不知娘娘为何会问起？聂昭仪说，她亲眼见到你身边这名为焦桐的宫女，长着铁手。娘娘，如此荒诞的话，你也相信啊？德妃，你身边这个焦桐，昨晚钳制翠华轩，想要袭击我。今早祈福之时，他又再次出现，且他的眼球是可随意取出的。聂昭仪，你想诬陷本宫，也不用如此低级的借口。你有何证据？他手臂上的伤，就是证据。皇后娘娘，奴婢的手上并无一点伤痕。杜太医，替本宫查看一下。诺。启禀皇后娘娘，焦桐的手臂上并无伤痕，且她的脉象同常人无异。皇后娘娘，聂昭仪血口喷人，臣妾在兰国无依无靠，请皇后娘娘替臣妾做主。德妃，这焦桐是你从小到大带在身边的异类，他的伤口能复原，也不足为奇。好，你继续编啊，看你还能编出什么花样来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奴婢昨夜至今一直在德妃身边伺候，并未曾踏入翠华轩半步。若聂昭仪执意说奴婢是异类，奴婢愿意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如何证明？聂昭仪不是说奴婢的手臂是铁做的吗？奴婢这就证明给聂昭仪看。昭仪还是不相信，奴婢还有别的法子证明自己。聂昭仪，你说本宫的宫女眼睛是假的，是要我把她眼睛挖出来以示清白吗？够了，到此为止。聂昭仪，什么德妃身边的宫女是异类，手臂是铁做的，眼球可随意取出？怎能本宫听着似是你在污蔑德妃？皇后娘娘息怒，无双不敢。聂无双，你入宫时身份不明，后宫对你诸多非议。本宫本着顾全大局，对你一直忍让有加，未曾想你还敢故意生事。无双万万不敢。想要在这后宫待下去，就要谨言慎行。太后为皇上御驾亲征一事已然寝食不安，此事先不要传到她的耳朵里去，一切待皇上回朝再说吧。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。真是精彩！不知这回聂无双唱的是哪一出？可聂昭仪若无把握，怎会去皇后娘娘那里指控德妃的人是异类？如今啊，整个后宫的人都在等着看德妃接下来如何对付她。去上元宫。娘娘，皇后娘娘说了，此事不能告知太后。你懂什么？表姐做事向来缺乏魄力，这么多年来，她错失了多少次让自己更强大的机会？云妃娘娘真是有情有义啊！后宫众人都避之不及时，姐姐竟然踏进这关雎宫。妹妹这么说可就见外了。我们在后宫的，能交心的有几人？妹妹贵为离国公主，和亲至兰，未入后宫便封为妃，可见皇上多么看重妹妹。
云妃何德何能攀上这等关系，和公主成为姐妹？姐姐言重了。久闻姐姐文采出众，心思细密，深得皇上宠爱。妹妹呀，还有太多的地方要向姐姐请教呢。旧爱哪能及新欢？更何况我还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姐玉嫔呢。皇上对本宫的欣赏，也就是琴棋书画之乐，谁都可以替代。论容貌、出身及见闻，和妹妹相比啊，本宫真是望尘莫及呢。不过姐姐说错了，皇上最宠爱的人呐，是翠华轩的聂昭仪。自从他在御花园救了大皇子，连皇后娘娘也对他刮目相看。你看，他方才污蔑我的婢女是异类，皇后娘娘竟没有处置，可见啊，也是对他有所偏爱。我想等皇上远离回朝之后，这事啊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这后宫岂能允许聂无双只手遮天？我看他恃宠而骄的日子也快到头了。姐姐，何出此言？妹妹嫁入兰宫前几日，皇后为瑞王相亲安排了一次狩猎。哦，我也有所耳闻，据说受流寇所袭，还死了一位婕妤。蹊跷就在于此。当日我因替太后抄佛经，未与大家一起同行。那宝婕妤一直暗恋瑞王，视聂无双为眼中钉。你觉得这事真是纯属意外吗？是以，我买通太医署同行的一人，暗下探查。云妃娘娘，小的越想越怕，此事会牵连多大。若是被杜太医知晓了，定会把小的赶出太医署的。为死不瞑目的人雪渊是义不容辞之事。你是想本宫把你10岁的弟弟送去净身房，还是想本宫给你一笔钱财，在老家开个医馆？云妃娘娘，这个就是那个……你敢得罪本宫，你得罪得起德妃娘娘吗？小的不敢。起来吧。太后常年礼佛，说宝婕妤死于非命，要做足7期49天的法事才可入土安葬。这正好给了我机会，发现宝婕妤的死另有蹊跷。陈慧，都说宝婕妤的死是被流寇所杀，但小的发现那致命的伤口只有心口一处，且为匕首所伤。至于身上其他的刀伤，都无关性命。焦桐，你替本宫查看一下。诺。妹妹，请看，这是我派人在山坡下的树林里找到的。此物本属宝婕妤，正巧匕首的刀刃跟宝婕妤的致命伤口恰好吻合。回公主，这宝婕妤的伤口的确是匕首所致。那宝婕妤死的时候都有谁在场？回德妃娘娘，他们的马车在混乱中跌下山坡，当时就只有宝婕妤、聂昭仪、玉嫔娘娘和杜若太医，说被流寇追杀，后来是瑞王救了他们。瑞王是后来才来的，那事实的真相，就只有那3个活人才晓得。聂无双、玉嫔、杜若。宝婕妤的尸体回太医署之后，是谁为她验伤，称她死于流寇刀下？是杜太医。若是杜若，聂无双与玉嫔，没有必要为一个小小的太医隐瞒呢。那凶手只可能是聂无双和玉嫔。如若这次杜若肯出面指控聂无双，宝婕妤之死就能沉冤得雪，此事机不可失。提案一番，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。但若此事并非聂无双所为，而是你亲姐姐玉嫔呢？
那本宫只能大义灭亲，往后这宫里就再也没有一个与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母后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吗？又恐做噩梦啊？是因为宫中有鬼。守夜的侍卫说曾见过宝婕妤。不许胡说，子言，你身为皇子，不可如此言语。光明正大的人是不会看到此等污秽之物的，明白吗？嗯。皇后娘娘是在为皇上的事而忧心吗？朝中传来消息，说蓝军拿下定州后，要对九辽乘胜追击，本宫怎能不忧心？此外，早上德妃和聂昭仪之事，真是想想都心烦。但当场也证实了那焦桐是正常人。本宫相信聂昭仪并非无中生有之人。高嫣是高阳的妹妹，虽艳冠群芳，可本宫总觉着她少了一分正气。此事还真的是峰回路转，没曾想连瑞王亦牵涉其中。瑞王母亲的宝石竟会出现在聂昭仪身上，本宫身为皇嫂，亦不知该如何向皇上禀告此事。奴婢看当时杜若太医面色突变，皇上出兵远离，宫中各人都想借机除掉聂昭仪这个眼中钉。本宫只恐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开场。学客，今早本宫命令派人跟踪宫中各位嫔妃，他们可都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回禀皇后娘娘，除了淑妃娘娘和云妃娘娘，其他人皆未往别处去。他们二人去了何处？淑妃娘娘去了上元宫见太后，云妃娘娘去了关雎宫找德妃。皆是各怀鬼胎。本宫只想将聂昭仪的事情拖住，等到皇上回朝。皇后娘娘是六宫之母，众妃就算再妒忌，也不敢胡作妄为的。可若是太后出手，本宫也救不了聂昭仪。雪珂，去看看紫眼睡了吗？诺。给太后请安。春香，带他们退下。诺。启禀太后，宫里出了几件大事。讲哀家感兴趣的。宝婕妤闹鬼一事，昨晚吓到了皇后娘娘。他们可知是玉嫔干的？不知。那就让那没用的玉嫔去吓聂无双，等真出了事，连皇后都会出来证明后宫确系有鬼。太后，小的还打听到一件天助于太后的意外之喜。说吧。云妃一直在查宝婕妤的死因，竟然带德妃去查了尸体的伤口，发现致命伤并非是流寇的大刀，而是宝婕妤随身带的一把匕首。那真凶是谁？该是聂昭仪，或者是玉嫔。此事早晚会到太后面前求公正，借太后之手除了聂昭仪。真是老天助我！若是玉嫔扮鬼，把聂昭仪吓着，再把她给杀了，把宝石取回来，宝婕妤这笔账就算在聂昭仪身上。不，若她死了，岂不是太浪费？这事儿
就算在玉嫔身上。宝石取回来，那个无用的玉嫔就毫无价值。李公公，此事需在皇上远离回朝之前办妥。诺。聂无双是你的化身吧？哀家必定会把他灭了，夺回你那个宝石。你有本事出来呀，跟哀家斗啊！皇上御驾远离之前，让哀家承诺，待到回朝之后，便将你放出来，还与你那宝贝儿子萧凤清。哀家真是舍不得你。发生何事了？姐姐，你是何人？玉嫔娘娘，怎么会是你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来做什么？聂昭仪，你饶过我吧！只要我将宝石交予交通，交通就会将声音永远还给我。你的声音，并非杜若依好的吗？不，正如你所说，交通他乃一人，在德妃还未嫁入兰宫之前，我便在镜中见过他，且受他控制。这宝石是有灵性的，它乃瑞王生母之遗物。我儿时溺水，亦是为他所救。既托付于我，我就不可轻易将它交予任何人。无双妹妹，我反正是离不开了。趁天还没亮，你赶紧离开此处，去战场找瑞王和皇上。太后是不会让你等到皇上回来的。我走了，皇上与瑞王就会永远误会我。我要留下来了。敌国的援兵怎的还未到？赶到！敌国援军因遇延误，若有临阵脱逃者，斩！相国大人，皇上旨意到。相国大人，皇上有何旨意？他让我们固守四周，不可擅离。这，蓝王亲率蓝国大军已在朔州，与九辽决战。裘元信已到我军营中，若无驰援，恐怕战局难料啊！传我令下去，今夜厉兵秣马，驰援朔州。相国大人，这是抗旨啊！相国大人，3-4啊！眼下当务之急，乃是共抗九辽。
常让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一力承担。启禀皇上，久辽已先一步过了河，还破坏了浮桥，而今我军恐已无法渡河。妙将军，你看我军现在该如何渡河？回禀皇上，此河名沙河，河水虽不深，但河中淤泥甚多。此时正值夏季暴雨，如若我军贸然过河，人马落河生还机会甚微。况且，若久辽于对岸前围堵我军，后有断我退路，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传朕的旨意，派一小分队人渡河，其余人等无朕的旨意，不得擅动。诺。我准备好了，你去马上渡河。那是什么？是瑞王，那不是瑞王吗？瑞王，快去禀报妙将军！快！皇上，皇上，探子可有消息？回皇上，派出去的探子于上游探查安全渡河的小口，上游驻守大量久辽士兵，恐就算探子前往，亦无法得到任何可靠之消息。盾牌！皇上，皇上，上面写的什么？他们明早要将瑞王五马分尸，以泄气愤。不可能！瑞王武功绝非等闲，怎可能被他们抓住？皇上，瑞王单人单骑回蓝都，走时不让跟随任何随身侍卫，在路上，说不定碰上了久辽的残余部队，也不可能啊！眼下不能因为明之军情而乱了军心。妙将军，阻我军不去追击久辽是你的意思？如今久辽抓了瑞王，你还不救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薛将军，我是就事论事，这阴雨连绵，淤泥全埋于两岸，大批人马踩在河床上，不等久辽打过来，我们就已然葬身沙河。眼下久辽以瑞王挑衅我们，万一河对岸已经设伏，岂不是中计？那人是否瑞王无法探明，但朕绝对不能坐视不理。皇上，朕意已决，就是现行也得渡河，救回瑞王。诺。诺。大娘，小心！有埋伏，大家小心！李公公，太后有旨，将杜之初带走。等等，我爹他犯了何罪？带走！爹，太后有旨，请杜太医至上元宫。一会儿杜太医的回答直接关乎到太医署及你爹的命运，请吧。聂昭仪，干什么呀？聂昭仪，敌人挡路！聂昭仪，行了，你们谁都别跟着我，都回翠华轩去。给我带走！
聂无双，月初京郊狩猎路遇流寇，你说宝婕妤为流寇所杀，是你亲眼所见吗？是。李公公，可是太医署验出，宝婕妤的致命之伤并非流寇所为，而是这把匕首所致。回太后，正是。哀家问你们3个，可曾见过这把匕首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那杜太医见过吗？微臣见过，这匕首为宝婕妤所携。杜若，你身为太医，缘何要讲假话？只因微臣的父亲杜之初被人要挟，是以微臣不得不同流合污。杜若，如今哀家追查此事，你不必惧怕。宝婕妤是否为聂无双所杀？是他让你隐瞒此事的吗？杜太医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是啊，不然枉死的人更多。宝婕妤是聂无双用这把匕首杀死的，是他威胁你隐瞒此事的，是吗？宝婕妤是臣妾所杀，与聂昭仪无关。玉嫔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？杜太医刚治好你的声音，如今你又神志不清了是吧？臣妾说的句句属实。不是，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。事情的真相是，流寇突袭，马车失控，滚下山坡，当时我们也一同跌落了下去。大家担心无人发现我们，就想出了用树藤接附的方法，攀爬至山腰。孰料，宝婕妤看四下无人，突然拔出匕首，想置无双于死地。当时正值劫，匕首跌落至石缝中间。后来宝婕妤摔倒，正迎上匕首的锋刃。你是说，宝婕妤害人害己，自作自受？哼！本宫虽与她素未平生，但她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置你于死地？这分明就是狡辩。玉嫔，你若不是凶手，为何要救聂昭仪？才医好了嗓子，正是重生的开始，又何须自寻短见？定是聂无双带了那妖女的宝石，乱了玉嫔的心智，连杜太医都上了道了。不是，威胁臣妾的不是聂昭仪。事到如今，臣妾不再惧怕任何人。宝婕妤的鬼魂是有人威逼臣妾假扮的，还有人要臣妾偷聂昭仪身上的宝石。他们是不愧为本国的能养之尊，你终于也受我差使。这天泪神石不属于你，而是我的。萧凤清，你怎么会回来？我就是特地回来看你这个怪物。若你把我的身份揭穿了，你认为我和你同一类族的事情，不会就此牵出来吗？瑞王，你回来了。本王就是改不了这种出人意料的行为吗？哎，替我守住宝石跟陵墓我都办不到，你也太没用了吧！
这宝石是我娘的遗物，你想拿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萧凤清，你在这里耍什么威风？那日宝婕妤之死为本王亲眼所见，他欲杀聂昭仪，聂昭仪欲躲避他手中的匕首，他作茧自缚，误伤了自己，才死于非命。宝婕妤确实并非聂昭仪所杀。越王所讲都是实情，瑞王绝无虚言。我如何知晓你们所讲的是真还是假？在这宫中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的事，你做的还少呢。如今这宝石已回到本王手中了，你已然少了借题发挥的机会。若是你杀了聂昭仪，等皇上回来了，他见不到聂昭仪，你说他心里会如何想呢？五弟，皇嫂，皇上与蓝军如何了？捷报频传，皇兄定要一鼓作气，助离国击退九辽。情况如此紧急，你怎可丢下皇上一个人回来？是三哥派我回来的，他身边有妙明湖和薛弼。五弟怎可如此轻率？每逢大事，皇上必定与瑞王共议的。是啊，战场上刀光剑影，你怎可不分轻重呢？本王之轻重，只是与你们的轻重有所出入。本王千里迢迢回来替你们解围，你们非但不感激我，还联合起来责备我。哼！三哥，当然死不了，那他们是死定了。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说，你们是何人？灵狐，我们是灵狐人。啊！高阳！传我令下去，生擒萧凤鸣。他们援兵来了，快撤！
三哥，九辽侵犯中原，四处掠夺，害中原民不聊生，而今就杀了他，为死去的百姓报仇。你就杀了我吧，我是不会向中原人投降的。朕问你九辽为何要进犯中原？九辽地处荒漠，缺衣守粮，你们中原土地肥沃，自然要南下。成王败寇，无话可说。战争是臣民最惧怕之事，和平是所有百姓之夙愿。我大兰一向是以德服人，但并不代表我们是可以随便被人欺负。朕今日暂且放过你苏克武，可朕要你明白，只要朕在位一日，就不会让你侵犯中原。如若你再来犯我中原，朕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三哥，这高阳居心叵测，恐今日设宴另有目的。武帝，只要有你在，纵然是龙潭虎穴，朕也不惧。对了，母后曾经答应过朕，倘若此番能大胜而归，就会让妙将军统领新军。啊，还有，反正回去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嗯。哎，你的守护石不是说留在宫中了吗？啊，林嬷嬷恐臣弟有危险，故出行时就放在我的镖袋里了。啊。臣妙明湖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必多礼，请起吧。此番妙将军功不可没。哎，这宝剑很特别嘛。回禀皇上，此乃末将于离国氏所佩的清风剑。妙家被灭门后，此剑便消失了踪迹。怎料今日，离王却将此剑归还末将。赐座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兰国仁义之师，于千里之外，来解朕燃眉之急。想那九辽溃不成军，10年之内，不敢再兴风作浪。这一切都是黎兰两国共抗九辽的圣果。今夜，就让咱们一醉方休。此酒名唤礼泉春，乃我大理渑池所酿，此乃酒中佳品。为了感谢兰王驰援之意，朕先干为敬。马上！三哥，小心酒中有毒。战火无情，在此次战役当中，我大兰有多少英勇的将士葬身于此？今日离国设宴，离王赐酒，焉能少了他们一份？故朕决定，今夜大兰上下军士均不喝酒，而这一杯，就敬一下我军泉下所有将士的英魂。
朕今夜以茶代酒，敬过离王。此等盛宴，怎可缺少女色助兴？歌舞升平起来！散了吧！看来蓝王对朕的安排不太满意，那接下来该如何助兴呢？啊，不如安排一场武斗如何？那离王有何高见？朕听闻妙将军于沙场上以寡敌众，奋勇杀敌，想必剑术定相当了得。正好朕身边有一位能文能武的顾相国，他二位比试，定相当精彩。妙将军此次杀敌已是疲惫，不如朕就指派丁克勇来比武迎战吧。皇上，臣愿带大兰和顾相国比武。在下愿与妙将军切磋切磋。好，此次比武点到为止。刺他顾相国！两位都别打了，这两把剑均沾有剧毒。这有毒的，这看上谁都不去。是谁？竟敢在两国的庆功宴上做如此卑鄙下作之事！顾相国的宝剑应是国君所赐的吧？在下的宝剑是击退九辽之后，吾皇赐予在下的。蓝军远离被困，顾相国逆旨救蓝，谁曾想竟恩赐给你一把沾了剧毒的宝剑？妙将军叛国投蓝，哪能如此轻易地物归原主呢？这清风剑先染毒后饮血，这不听己命、不为己用之人，都应诛之，对吧？瑞王，是说朕卑鄙无耻地给两位下了互相残杀的套吗？朕身为一国之君，会做如此下作之事吗？能以假人冒充本王，以五马分尸来打击我皇兄，对待盟友尚如此之人，对待叛逆者又何事不可为呢？无地，瑞王，你总是误解朕。看来今日也是一场误会，是吧，离王？
顾惊鸿，你听好了，我今日本就没打算杀你。你与我妙家的血海深仇，我妙某定会光明磊落地跟你算，绝不会用这种卑鄙无耻的下作手段，更不会祸及两国邦交。为了百姓、大局，你好好的留着你这条命。总有一日，我会光明正大的砍下你的头颅，报我妙家的满门血恨。妙明湖，你好大的胆！妙将军，此剑已非我剑。既然离王业已拿去，就莫要再还。武艺高强，充其量也不过做员猛将，而有勇有谋，才堪称将帅之才。妙明湖，他不愧于此。我大兰能得此良将，实乃我大兰之福。你说是吗，李广？娘，孩儿不孝，未能让你们入土为安。皇上来了。感谢皇上为我妙家安排一处葬身之所，这份大恩大德，末将没齿难忘。妙将军，请起。今日这一切，并非是朕给的。你看，这些大兰的将士们，他们对你的爱戴与信任，都是你自己赢回来的。待返回兰国，你便是我大兰的大将军。来人，帮我们大兰的大将军安放他的家人。究竟是人是妖？本国师早就说过，瑞王是什么，本国师就是什么。
天雷神石激活了。瑞王懂得，本国是异动，如若你要执意打下去，那方圆几十里的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都会毁于一旦。为何会这样？这就是我们母星球上王者的力量，我们就是以这种力量淘弱留强。但是每次战争，都将我们的大自然摧毁得体无完肤，日月无光，生态凋零。我们生存的母星球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怕战争会毁了一切，就将星球上的一切美好带到了另外一个可以生长的子星球上。你可知，这天地间的鸟语花香、四季景色、河川山脉，都是由我们祖先带来的，这原本就属于我们，唯有我们的天雷神师才能找得到这里。在一次战争中，圣女带走了天雷神师，逃离了凤凰木星球。圣女，圣女是指我娘吗？在这里见到了母星球的一切美好之后，她没有回去，她爱上了一个男人，躲了起来，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将源于母星球的智慧交给了这里的子民，他令蓝国强盛起来，也令各邻国惶惶不安，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与战争。那就是说，我娘是以假死来隐藏天雷神师和我了。你真的是非常聪明，我实在是不舍得伤害你。我和教童寻找了那么多年，未曾想他竟一直在蓝国的皇宫里。你是想要以我来威胁我娘？对，未料到你的力量提升得如此之快。圣女逃走之时，神鸟保护着她，神鸟受了重伤，留下一对石蛋，一直未孵化，那就是要等我们的重新相聚。世人为寻找至尊的藏宝地，也将我们牵扯其中。这世间的人，就是喜爱金银珠宝、名利和财富，那你就用这些将我们的母星球的一切换回来。我会叫我三哥放弃至尊宝藏的。那是成者为王的美梦，萧凤鸣怎可能轻易会放弃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察觉他的身体里有着圣女的血液，这令他变得比一般人更为强大。他若得知你身体里的血液比他强大100倍以上，他会接受得了吗？你休想离间我与三哥！王，母星球在等我们回去呢。当这里的人们明白你是来掠夺这里的一切之时，他们会遗弃你的。你就等着瞧吧。公主，该吃午饭了。我不饿。大军出发远离后，公主就来这东林寺为皇上等祈福，都好一段日子了，吃这寺中的东西自然不习惯。看公主近日都瘦了。秋子，你说妙大哥会不会在战场上出了什么事，回不来了？公主，你看。聂昭仪送给公主这将军纸鸢，就是让她守护着公主，多威武啊！云乐公主，云乐公主，你快去后山看啊！咱们大兰远离抗九辽，已全上而归，正路过东林寺呢。真的吗？他们全都安全的回来了？全都威武的骑在马上，
有皇上、瑞王，还有薛统领。还有呢？还有妙明湖将军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秋子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我们要跟着大军回宫去。诺。谢谢佛祖，谢谢佛祖。奏报传来，皇上明早班师回朝，皇后他们都知晓了吗？回太后，6宫都已知晓了。皇上有传口谕，此次园里已耗大量军费，故一切庆祝从简，百姓们都争着想去迎接呢。真是万民爱戴的好皇上啊！还有，大军经过东林寺之时，将云乐公主也接了回来。哀家这个女儿，为了给新君祈福，竟然远赴东林寺。妙明湖有本事。禀太后，薛明义在殿外求见。新君大捷，薛明义的忧心事不亚于哀家。让他在殿外等着吧。诺。臣叩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薛将军一大早到上元宫见哀家，所谓何事？皇上园离大捷，即将回朝。老臣见太后娘娘近日参经念佛，忧心忡忡，便和朝中的几位同僚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献给太后娘娘，以表臣等一片心意。薛将军，你太客气了。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并非是哀家，你收回去吧。太后娘娘，这份礼物并非老臣一个人孝敬太后的，太后据之，那又让老臣如何向那般为我大兰打定天下的同僚们交代呢？你拿来这些金银珠宝，是想告诉朝中上下，哀家的老臣有多贪婪，皇上的新君有多简朴吗？老臣愚蠢，还请太后见谅。那你就说明这些珠宝的来意。军中传言，出师园离前，太后娘娘曾答应皇上，让妙明湖挂帅领兵，若能大胜回朝，便会封其为骠骑大将军。这对我薛家军来讲，可是又一重创啊！薛将军，你是哀家的左膀，你们薛家是哀家的右臂。哀家不会蠢到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吧？老臣知晓太后娘娘是最重情义之人，只是底下这帮臣子心怀忐忑，所以还得想法子让他们安心才是。薛将军，你有何主意，就直说。老臣倒是有一个主意。如今这云乐公主正值适婚之龄，小儿薛弼……好了，自高阳以离国公主和亲后，你一想东施效颦，想以联亲之计钳制哀家吗？老臣不敢，还请太后息怒。枉你追随哀家多年，久辽一役虽已定胜负，但哀家和皇上的仗才刚开始。哀家日后要面对的战局不止这一个，不需你来告诉哀家如何做。你等要明白，只要哀家一日不倒，你等就可享受一日的荣华富贵。至于云乐公主，那是哀家的女儿，她的终身大事，哀家自有安排。此次出征，顺应天意，击溃九辽，大胜而归。所有有军功之人，均有奖赏。瑞王，出列听封。顺应天时，受之天命。皇帝诏曰：
瑞王萧凤卿勇猛无比，救驾于敌阵之中，功劳卓著，特封为大将军王，统领3军，再赏银10000两，良田1000顷，钦此。臣弟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此次大败九辽，还有一位有功之臣，妙明湖出列听封。顺应天时，受之天命。皇帝诏曰：妙明湖攻打九辽之时，尽心尽力，出奇计，兵分九辽主力，功不可没。特封为骠骑大将军，统领新军，钦此。臣妙明湖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母后，你以为如何？不错，妙明湖是将帅之才，此次随皇上御驾亲征，一心一意为我大兰效力，封骠骑大将军，也算实至名归。有功将领依次领军功，重重有赏。在朝文官兢兢业业，均有奖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梓潼啊，朕不在宫中的日子里，后宫的事情让你操劳，实在是辛苦了。臣妾不辛苦，皇上在外领兵作战才是真的辛苦。皇上，这些菜都是臣妾特地吩咐御膳房为皇上特意准备的，皇上多吃一点。对了，朕不在宫中之时，宫中有何事发生吗？皇上不在宫中时，宫中一切皆好，只不过德妃和聂昭仪之间有些误会，玉嫔和杜若也牵连其中。幸好瑞王及时赶回来了。瑞王？瑞王回来过吗10日之前，当时太后想借查保洁于王死为由，欲将瑞王母亲的宝石从聂昭仪身上拿走。这石头果然有灵气。幸好瑞王及时赶回，在太后面前救了聂昭仪。10日之前，10日前，武帝还同朕在前线并肩对战苏克武，他的马再快也不可能赶得及。启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德妃娘娘、玉嫔娘娘，还有太医署的杜若太医求见。就说皇上正在用膳呢，有何事等皇上用完膳再说吧。哎，让他们进来吧，他们找朕应是有重要之事。诺。臣妾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玉嫔，你的声音真是久违了。都是杜太医的功劳。德妃找朕，所谓何事？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想求皇上答应。说来听听。臣妾想回离国。好端端的，怎能想回离国？臣妾来到兰国之后，觉得水土不服，常觉身体不适，是以想回离国。此事事关兰离，朕会考虑。起来再说。玉嫔，你有何事要找朕呢？回皇上，臣妾自请出宫，带发修行，为大兰和皇上祈福。杜太医，你呢？启禀皇上，杜若自认学识疏浅，不能担当太医一职，还恳请皇上
免去我在太医署的职位。启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聂昭仪求见。准。诺。无双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聂昭仪，你来找朕所谓何事啊？无双听闻，杜太医要辞去太医署职位，是以特来劝说杜太医留下。前些日子，无双身中蛇毒，多亏了杜太医的悉心照顾，才可复原得如此快。因而，恳请杜太医能够留下，继续为无双调养。朕现在明白了，你们是担心朕会追究，你们污蔑无双，谋害保洁瑜之事。聂昭仪，你如何看？无双以为，这其中必是有些误会。保洁瑜与后宫各位一直情同姐妹，死于非命，确实不甘。德妃仗义，翻查追究，也属平常。无双不会放在心上，也请皇上不要再怪罪他们。皇上大捷归来，满朝喜庆，何必因后宫这点小事弄得人心惶惶呢？聂无双，本宫不需要你替我求情，你……杜太医，德妃如何？娘娘，恭喜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德妃娘娘有喜了。太好了，宫中又要添丁了。皇上得胜回朝，后宫德妃有喜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皇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怎能同这件喜事相比？德妃的事，就算了吧。好，一切就听皇后的，不再追究。臣妾多谢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臣妾感到身体不适，想先回宫去了。朕今日尤其高兴，想随德妃一起回关雎宫。皇上，请喝茶。请皇上饶了臣妾吧。若是朕未猜错，这孩子应该是顾青红的吧？是。朕击退久辽，终得以稳定兰里两国之关系，实属不易。是以朕不会轻易处罚你。可朕早知你来大兰目的并不单纯，一是联盟抗久辽，二是来找我萧家的藏宝图。你一心为利，可你是否知晓，朕在对抗久辽之时，你哥高阳设计陷阱出卖大兰。当他如此行事之时，他心中可曾想过你将来的处境啊？你若自尽了，让我大兰颜面何在？皇上，你连死都不让臣妾死吗？不错，你是以离国公主之身入兰，若你一死了之，
兰黎两国的邦交会因此断绝，那朕的努力便会白费。朕断不容许此事发生。你先将孩子养着，在安胎期间，若顾青红有任何举动，就休怪朕，到时候翻脸无情。高妍，你确实很美，可是与朕始终差了这么一点点缘分。安心养胎，朕是不会为难你们母子的。姐姐，这是御膳房做的补品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先放着吧，我实在没有胃口。姐姐，奴婢晓得你心情不好。你说这德妃怎么说怀就怀上了，真是老天不长眼。我并非为了德妃之事心烦，你去歇着吧，补品我一会儿吃。平身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朕就不能来了？你以为朕应该在德妃那边是吗？德妃刚怀有身孕，皇上去多陪陪她也是应该的呀。今晚就别再提她了，朕是来看你的。朕在离国攻打久辽时，一直放心不下。不知你在宫中过得好不好？不过，如今看来，无双识大体，明事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实在令朕刮目相看。皇上过奖了，其实都是小事。德妃是因妒心，玉嫔她品性善良，拼死将罪名一力承担，已是对无双有益。至于杜若，我相信她也定有自己的苦衷。在这宫里，若斤斤计较，是不会好过的。朕今夜前来，还有一件事想问你：凤卿10日之前，可在宫中？是的，10日前，瑞王守。说起来，若非瑞王，太后恐就不会放过无双了。可10日前，凤卿还与朕在离国，从离国到兰国，1日之内绝不可能赶到啊。你觉得凤卿是不是有一些你我都不知晓的秘密？不会的，皇上。无论怎样，瑞王都是一心效忠皇上的。他了解皇上你在意无双，便不想无双出事，令皇上难过。武帝的心意，朕比谁都更明白。
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朕都会相信他，包容他。瑞王也这么说过。出发前他说，宁愿他死，也不会让皇上有事。凤卿是朕最爱的武帝，而你是朕最在乎的女人。只要有你们在，朕就不会感到孤独。无双谢皇上圣恩，让我妙家100多条冤魂入土为安，让我和大哥对妙家的先祖有了一个交代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心结。前些时候，季美人的遗体失踪，让你在宫中背负污蔑之名。是时候，朕也还你一个清白，给凤卿一个交代了。儿臣参见太后娘娘。李公公，赐座。诺。这一次皇上攻打九辽，劳苦功高，瑞王也出了份力，哀家很高兴，封瑞王为大将军王。朝中臣子虽多有异议，但哀家是赞同的。就是希望瑞王能在今后辅佐皇上，痛改前非，也好成为我们大兰的中流砥柱。谢太后娘娘了，真是意外，除了我娘的遗物外，太后娘娘还多给了我一个封号。今日传瑞王过来，是因哀家答应了皇上一件事。李公公，诺。传杜太医。臣拜见太后娘娘。皇上，瑞王。平身吧。杜太医，你与皇上和瑞王讲一下季美人的事，切勿有半点隐瞒。诺。